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明明拼尽全力，却换来一句你根本不懂，真心实意付出，却被贴上别有用心的标签。我懂这种委屈，像被人用布蒙住眼睛，连呼吸都带着涩味。但《论语》里说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别人看不见你的好，那是他的损失，不是你的问题。不必急着敲桌子辩解，也不用红着眼眶证明什么，内心的平静才是最硬的铠甲。就像太阳从不需要向月亮解释自己的光芒，懂你的人自然会穿过人群，握住你的手。那些误解你的声音不过是过眼云烟，而你要做的是继续发光，等风来，也等花开。